从20日新年开始，我老爱乐团选了一条一般乐团可能不会上的作家巡回路线。因你从西叉跳开始唱，台湾嘅西叉跳，动画群观众面对面像朋友相拥，交流咱从你嘅抗议重组。西叉跳冲到了台叉跳，又冲到了日本的关系。二新以后呢？老团烟材料为走动都改起养，包括成立东门市场的工作室、办表演、做 podcast。我觉得我们一直没有变的，就是一直在挑战那一些一成不变的事情。如果没有伙伴们一起做，我觉得我不知道我们到底能够走多远。我们今天来这个是一个 open mic 的活动，然后它就是大家自己现场报名，然后就像一个擂台赛这样。志轩 ，That's my name. 志轩 Yeah, like a musician, but without me. With the two. 志轩 Lishan. 志轩，志轩 I look forward to it. Yeah. 这一次荷兰巡回的场地的设计上面，其实每一场我们都会想说要去做一点区隔性这样。那 Open Mic 这一场的话，其实就是当初想法就是想要黄子轩与三品快跟当地的乐团可以有一些交流的机会。Open Mic 这个场地它叫 Zook， 它是一个露天在顶楼的一个酒吧这样，而且都会有很多乐团去参加，然后我看他们之前都有很多观众都有去。我们本来以为大概是1、2个、2、3个人的那个秀，刚刚排了10几组。Open Mic 这一场唯一的有一个我们一直很不确定的点，就是因为它的活动时间是有限的，然后它是一定只能现场报名的，所以我们一直都要到当场才可以非常确定，就是我们是可以演的这样。很像回到以前高中去比那个乐团比赛的那种感觉，看到10几组要到我们前面，肚子会痛这样。Alright, everybody, that was a little taste, a little preview. We've got a special act tonight. They're on tour from Taiwan. They've been here for a few days. Give it up for Sichuan and Slow Train. Hello everyone, we are Zishan and Slow Train come from Taiwan. How are you everyone? So this song named When is about love.
some noise, okay?他们就是在演的那个瞬间，我觉得就是很魔幻的。因为那时候，因为欧洲的太阳下山的比较晚嘛，那时候是8点多，所以那个光泽就是洒在那个乐团身上，就是突然有一种非常魔幻的场景。这样，当场的很多观众就是对于比如说乐琴的音色的赞叹啊，或者是觉得那个 solo 实在很厉害之类的，那一场的让人在整个感觉就是很感动、蛮澎湃的这样子。Later. Thank you, Will. 未来子轩 and Slow Chen come from Taiwan singing Hakka. Dude, you guys are great. Thank you. Amazing. Love it. 耶，好爽哦！超多人，超爱音乐，爽。96分的乐团就这样了，大家前面都是大概96分跟95分左右。